1月14日不追悔過去，我們不會追悔過去，也不會對往事諱莫如深。是酒者護戒協會第63頁。在清醒之後，我開始能意識到自己對過去的生活是多麼的浪費。我體會到了巨大的內疚與悔恨。康復計劃中的第4和第5個步驟對我去克服這些內疚與悔恨的感覺起到了很大的療效。我認識到自己的以自我為中心以及不誠實的行為，很大程度上源自於酗酒。我之所以酗酒，是因為我是一個酒徒。我現在才知道，在我過去的那最不光彩的部分，也可以變得有價值，因為我作為一個已經清醒的試酒者，可以通過交流自己的感想，去幫助其他的試酒者，尤其是那些新來的試酒者。在協會中的這些年清醒的日子裏，我不再為過去而懊悔，能夠感受上蒼的愛，並且幫助呢些協會中的其他人，我深表感激。